早晨，今朝想分享一本書，好特別嘅，佢叫做《當孩子合腳時》。點解我話佢特別呢？因為呢個書名本身就已經好有意思啦。當孩子合腳時，你諗下啦，啱自己對腳嘅鞋，你根本呢就唔會察覺到佢嘅存在，但係唔啱着嘅鞋呢，就成日都會提醒你，佢喺度揞住你。其實呢個就係今日想同大家探討嘅核心，點樣令生活變得啱自己對腳。先講下奧修呢個人啦，佢係20世紀印度靈性導師，最叻呢就係將深奧嘅哲學講到好生活化。佢有句名言：真理一定要親身體驗，唔係盲目相信。佢嘅演講呢，就被翻譯成為40幾種語言，編成咗600幾本書。點解咁多人中意佢呢？因為佢唔會同你講啲咩大道理，而係用最簡單嘅方式解釋一啲深奧嘅智慧。就好似呢本書咁樣，用呢啲日常經驗啱着嘅鞋去解釋莊子嘅哲學。當孩子合腳時，其實係一個禪宗公案，意思係咩呢？當你嘅心處於自然，冇執着嘅狀態底下，贊成同反對，啱同唔啱呢，都會淡化。你唔會再為咗外界嘅標準而折磨自己。奧修話莊子嘅思想好珍貴，點解呢？因為莊子提倡不作為，順其自然，而唔係刻意追求啲乜嘢。就好似你越想快樂，反而呢就越唔快樂喎。但係當你冇刻意追求嘅時候，快樂就自然會出現啦。奧修用現代人嘅說話重新詮釋莊子，話俾我哋聽點樣喺生活裏面應用呢啲智慧。佢提醒我哋唔好俾其他人嘅期望呢綁死自己。父母、老師、社會、宗教，佢哋都希望你呢係某一種嘅外表，而唔係你本來嗰個樣。如果能夠按照本性去生活呢，一切呢都會 fit 你隻腳，生命就會等於着啱咗一對啱着嘅鞋，令你忘記世俗嘅壓力同埋束縛。呢個唔係叫你逃避現實喎，而係俾自己生活喺當下，享受每一步路程。咁點樣喺生活入面應用呢啲智慧呢？第一，學會覺察 awareness。當你成日覺得唔舒服、唔自然嘅時候呢，就要停一停，問下自己，我係咪為咗迎合其他人而委屈咗自己呢？第二，練習順其自然，唔係消極咁樣躺平，而係唔使刻意去強求結果。就好似你着咗一對唔啱着嘅鞋，你越用力行，隻腳就會越痛啦。但係當你放鬆落嚟呢，反而可能會揾到更加舒服嘅方法。第三，忠於自己嘅本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節奏同埋特質，唔使模仿其他人嘅。當你接受咗真實嘅自己，生活自然就會變得輕鬆。記住，真正嘅自在呢，係自發嘅，係忘我同埋自然嘅融合。呢本書教我哋嘅呢，其實就係點樣令生命變得 fit 自己對腳，忠於自己，順其自然，唔需要刻意追求。當你唔再為外界嘅標準而折磨自己，當你學會接受生命本來個樣，你就會發現原來快樂同埋自在一直都喺度，只係我哋之前太刻意向外追求啦。只要嘗試一下內觀，你就知道快樂根本就存在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呢本書可以為你帶嚟啟發。我哋下次見啦。
多謝你嘅收聽，唔好忘記按讚、訂閱、撳鐘仔，咁先可以好容易揾得返我哋。下次見。